的恩惠慈爱与你同在，愿主的灵时时围绕，恩典降下，赐福于你，平安喜乐，天天充满你。充满你，充满你。愿主的恩惠慈爱与你同在，愿主的灵时时围绕，恩典降下，赐福于你，平安喜乐，天天充满你。愿主的恩惠慈爱与你同在，愿主的灵时时围绕，恩典降下，赐福于你，平安喜乐，天天充满你。赐福于你，赐福于你，平安喜乐，天天充满你。赐福于你，赐福于你，平安喜乐，天天充满你。愿主的恩惠慈爱与你同在，愿主的灵时时围绕，恩典降下，赐福于你，平安喜乐，天天充满你。赐福于你，赐福于你，平安喜乐，天天充满你。赐福于你，平安喜乐，天天充满你。赐福于你，赐福于你，平安喜乐，天天充满你。赐福于你，赐福于你，平安喜乐，天天充满你。
充满你。远处的恩惠慈爱与你同在，远处的灵时时围绕，恩典降下，赐福于你，平安喜乐，天天充满你。远处的恩惠慈爱与你同在，远处的灵时时围绕，恩典降下，赐福于你，平安喜乐，天天充满你。赐福于你，赐福于你，平安喜乐，天天充满你。赐福于你，赐福于你，平安喜乐，天天充满你。远处的恩惠慈爱与你同在，远处的灵时时围绕，恩典降下，赐福于你，平安喜乐，天天充满你。赐福于你，赐福于你，平安喜乐，天天充满你。赐福于你，平安喜乐，天天充满你。赐福于你。普天下当向耶和华欢呼，你们当乐意侍奉耶和华，当来向他歌唱。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平安新年快乐！在新的一年开始呢，让我们用最热情的掌声来欢迎圣灵与我们同在。邀请大家，我们一起站立，让我们一起大声来敬拜我们的神，一起来拍手来。早晨夜晚，听你声音，敬拜你歌，唱给你听，无论的事，我不的事，我要敬拜，我要敬拜，大声敬拜。自由跳舞，宣告你是我的最爱，我的诗歌，我的拯救，一生一世离不开你同在，你同在。弟兄姐妹，让我们用最热情的歌声来欢迎我们神。早晨夜晚，听你声音，敬拜你歌，唱给你听，无论的事，我不的事，我要
起来动一下哦。待会跟着我们台上的节奏，我们一起拍手，一起给对方一个微笑。拍拍你的左手，向右拍，向右拍，向左拍，向左拍，向右拍，向右拍。看看你的左边，看看你的右边，看看你的左边，看看你的右边。喜悦的人，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给他喜悦的人。风风雨雨不能阻挡我热悲喜，困难不能停止侍奉脚步。我已决定一生一世跟随耶稣，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前行。虽然不是一条容易的道路，靠喜悦我愿依靠神父，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给他所喜悦的人，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给他喜悦的人，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给他所喜悦的人，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给他喜悦的人，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给他所喜悦的人。
声献给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神，直到永永远远。弟兄姐妹，我们请坐。世上没有任何的事能够使我们与神的爱来隔绝。主啊，我们谢谢你的丰盛的爱永留在我们的生命中。
今天我们要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来敬拜你，来亲近你，要来瞻仰你的柔美。愿主借着你的话、你的灵，愿你的道与我们同在，使我们再次得着更新。在新的一年的开始，让我们能够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来直跑。我们这样子祷告、敬拜、祈求，都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一起来领受圣餐。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欢迎凡属于基督教会按教会规矩领受圣餐者，一起来守主的圣餐。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请来听主耶稣对所有归向他的人所说那恩典的话。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要使你们得着安息。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与你们同在。亲爱的弟兄姐妹，请你们注意听主耶稣设立圣餐的话，就是保罗所说的。保罗传给我们是从主领受，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拨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拿起杯来说：这个杯就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他再来。当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饼祝谢，所以我要奉他的名，照他的样式，我们一起来感谢神。亲爱的耶稣，我们要遵照你的命令，摆设这个宴席，为了纪念你永远赎罪的祭。我们谦卑恳求你差遣圣灵，把我们分别为圣，也分别这些摆在你面前的饼和杯为圣，让我们领受这些饼还有杯，借着相信分享耶稣的身体宝血，在你恩典的帮助下，使我们灵里得着培育，在你的恩典中成长，荣耀你的圣名。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主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个杯就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欢迎每一位已经受洗或是坚信你的弟兄姐妹来领受耶稣的身体和宝血。请我们的长老来到台前，来协助分饼和分杯。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为我们舍的，我们应当要像耶稣一样如此行，为的是纪念主耶稣。当你拿到饼和杯之后，请你在手上在心中做个祷告。耶稣爱你，耶稣爱我，耶稣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为要成就那极重无比将来永恒的荣耀。耶稣为我们的罪，因他所受的刑罚，我们得医治；因他所受的鞭伤，我们得到平安。他使我们的软弱成为刚强，使我们的富足，使我们的贫穷成为富足。让我们向主耶稣献上祷告。耶稣说：凡听见我声音开门的，我要进去与他一同坐席，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耶稣说：我是好牧者，我的羊认得我的声音，
我也听他们的声音。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这个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为我们舍的，我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他。”让我们一起来领受。这个杯是用我的耶稣的血所立的新约，我们每逢喝的时候，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他。让我们一起来领受。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他再来。愿耶稣基督的平安与你们同在。让我们一起来祷告。无所不能的父神，我们感谢你，以你的爱，让我们领受耶稣的身体，是培育我们灵魂的食物。让我们明白主你爱我们，保守我们，也让我们知道我们是有耶稣奥妙身体的肢体，就是受祝福的门徒，也是你永远国度的后裔。亲爱的主，我们谦卑在你面前祈求，当我们再一次献自己为活祭的时候，求你鉴察接纳我们，同时求你用慈爱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持续主你圣洁的交通，从今以后更加荣耀你的圣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我们这时候要来奉献，奉献是基督徒感恩的表现，是出于甘心和乐意。如果您还不明白奉献的意义，请您用祷告来表达您的感恩。亲爱的天父上帝，谢谢你保守祝福我们，过去1年都充足有余，更谢谢你祝福迦南教会在桃园设教60年，陪伴众弟兄姐妹走过人生的风雨和欢喜快乐的日子。未来的日子，求天父与我们同在，
我们在此献上金钱、时间和能力，为天父所用，求天父悦纳。祷告奉主耶稣得胜的名求，阿们。请坐。来，我来报告。来，我们现在一起读今天的金句，在《申命记》4章40节，我们一起来。今天我把他的法律诫命颁布给你们，你们要遵行，这样你们和你们的子孙必定事事顺利。你们将继续住在上主你们的上帝要赐给你们作为永久产业的这块土地上。我们再一次来。今天我把他的法律诫命颁布给你们，你们要遵行，这样你们和你们的子孙必定事事顺利。你们将继续住在上主你们的上帝要赐给你们作为永久产业的这块土地上。申命记4章40节。好，那2026年的迦南的州立手册还有82本，1本200块，做什么？这一本手册可以陪伴你1年，让神的话陪伴我们1年。要买的到办公室去买，1本200块钱。本主日呢是今年2026年的第一次的圣礼典，我们恭喜成人洗礼的麦美云姐妹，还有信仰告白的黄景彤及尤琼珠。那下一张，好，来下一张，还有我们也恭喜这5位如果我有讲到名字，刚刚有讲到名字的麦美云姐妹，刚刚受洗的麦美云姐妹，她刚刚在台语礼拜有受洗然后我有喊到名字，如果在场的，请麻烦站起来一下，让我们来欢迎你。施怀民，他由新竹的桃园教会转过来，怀民来站起来一下，欢迎你还有康守之从洪恩教会我们在这边我们欢迎他还有苏玉婷玉婷是他昨天参加周6礼拜还有吴佩荣刚刚是参加台语礼拜他从凤山寿山的左营教会，还有就是嘉瑞哥他从227转过来我们欢迎他们，我们再一次拍掌，谢谢他，欢迎他们。好，那志工队第一次的干部会议在1月11号，就是下礼拜天下午1点，在401教室请新任的志工干部要准时出席还有就是115年的奖助学金录取公告，注意这个不是教会的深入助学金这是陶家互助社我们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原来陶家互助社家里有学生的，他又是社员，他可以申请奖学金呢所以如果那个有录取的，麻烦到那个本堂的1楼公布栏，就是49号那边去看一下那1月25号礼拜天到场来颁奖，记得看清楚红字，没有到的视同放弃所以一定要来去49号看一下那个名单，是不是有你们家的子弟是不是有恁囝还是恁孙来，然后再来就是火炬小组的周世勋长老蒙主恩召，在12月24号的晚上享寿76岁，然后定于这礼拜6的早上10点半有个告别礼拜，在他们自己的自宅，在八德区的公园路63号19楼，愿主安慰的灵与遗嘱同在。然后还有就是骨椎小组的邱宏长老他蒙主恩召，在12月9号去年享寿98岁。那11月10号一样是这礼拜6的下午1点半，在49号2楼有告别礼拜。那这礼拜4晚上的8点，在于49号7楼有家庭的安慰礼拜，愿主安慰的灵与遗嘱同在，也鼓励大家有时间我们就与悲伤的人一同悲伤然后再来是多家小组的邱美智姐妹，她蒙主恩召，在12月29号安息主怀，享寿81岁。她在这礼拜3 2点有一个入殓的及告别礼拜，在桃园区的殡仪馆怀德厅也愿主安慰的灵与遗嘱同在再来我们要介绍今天有没有第一次踏进来的？有，好，哪一位好，我们欢迎一下，你是
吕月云姐妹哦，我们欢迎她。美秀，哦美秀介绍。哦，是丽修姐带来的哈、欢迎你，欢迎你。哎，我们拍掌，我们多一点拍掌来欢迎她啊、好，请等一下留一下资料哈、好，还有吗？好，那再来我们要进行我们的区组长的就任。好，那我们在周报的第3页，好，我们也请我们的在华语礼拜的牧养同工，好，能够来到台前。好，那我们的周报第3页，好，有我们的这些的华语礼拜牧区，好，我们有2位牧区长老，是黄家生长老跟田处瑜长老。那还有我们的华1区的区长是詹翠芬区长，华2区的区长有陈敏哲区长和陈如山区长，华3区的区长是李介成区长和郑丽珠区长，还有华1区的小组长啊，分别有林雅琴、吴月丽、杨家珍、杨金柳、林耀忠。华2区的小组长有张瑞哲、吴隆恩，华2区的小组长黄思雨、杨佑佩，华3区的小组长谢秀凤、陈淑贞、陈琼代、陈丽煌。华4区小组长康嘉瑜、张平、蔡秀一。我们请有念到名字的牧养同工好来到台前，这些都是我们教会所选出来的牧养同工啊，来协助牧师一同来牧养我们迦南教会有600多位的弟兄和姐妹。好，那如同摩西在旷野要带领200万人出埃及进迦南，何等的不容易，需要有这些的10夫长、50夫长、100夫长、1000夫长的帮助，需要有这些的小组长、有这些的区长、有这些的牧区长老的协助，能够让每一个弟兄姐妹都能够被照顾，都能够被牧养。我们这时候要来进行牧养同工的誓约。各位区长、各位组长，你们要领受区长、组长的职分，你们是否确信这是上帝的呼召？是。你们愿意做迦南教会的区长、组长，忠诚尽职，服侍教会，尊奉基督为教会的头，协助牧师治理教会，归荣耀与神。你们愿意如此行吗？愿意。耶稣基督是我们教会的头，教会中唯有耶稣是主，凡有关教会的事务，当依靠主来处理。你们是否愿意如此行？愿意。你们愿意顺服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的宪法和规则吗？接着，我们要请我们在场的弟兄姐妹们，请你们起立，我们也要一起来誓约。各位弟兄姐妹，你们所选出的区长、小组长，你们是否诚心诚意接纳他们？好像不太确定。再一次，教会选出的区长和小组长，你们是否诚心诚意接纳他们？他们替你们办理教会的事务，你们应该尊重他们、敬爱他们、为他们祈祷。你们是否愿意这样行？关于维持教会的秩序，彼此若有过失，应该禀告小会处理，不可到处喧嚷，以致影响教会的声誉。你们是否愿意这样遵守？这时候我邀请我们的牧养同工和我们在场的弟兄姐妹一起来宣誓，一起来同心建造教会。请，我愿完整与完全的相信圣经，全部都是神的话，愿意谦卑门徒训练，并确实遵守与事务教会。我愿合一与顺服的侍奉基督，并确实彼此相爱。愿意谦卑地配搭其他牧者同工，同心向着标杆直跑。我愿刚强与委身地建立教会，成就基督的精兵。愿意不效法世界，成为世上的光，同心见证救赎与审判。好，会众请坐。我们请我们的牧养同工向后转，或是站到台上来。好，可以站2排。好，那牧师好不一一介绍，好，但是在我们的周报第3页有完整教会我们台语礼拜牧区、华语礼拜牧区、青年礼拜牧区、阿卡佩牧区的牧养的同工的名单啊，我们也要感谢他们啊，因为我们教会有这么多的人需要关心、需要带到生老病死
但是他们协助牧师，让牧师的头发不会掉得太快，然后让牧师呢，也能够和他们一同来关心、来喂养、来探访、来服侍每一个肢体。虽然牧师不能够常常参加每一个小组，或是到我们的家庭当中，但是他们就代表着牧师，代表着基督，代表着耶稣，把天父的爱送到你们的家，送到你们的心坎里，也为他们来祷告，为他们来祝福，因为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大家都在学习，大家都在努力，但是在这个学习的路上，相信上帝会带领我们，使我们，让我们越来越完全，越来越活像耶稣。阿们。让我们用热烈掌声来拍手，来谢谢这些牧养的同工、区长、小组长们，拍手来谢谢他们，感谢。好，请回座。我们这时候要来读今天的圣经，今天的经文是记载在《申命记》4章第1节和第2节，只有短短的2节哦。好，那我邀请大家，我们一起同声来读神的话，请。后来摩西勉以色列人说：你们要听从我教导你们的法律和规则，这样你们才能生存，并且拥有上主你们祖先的上帝所赐给你们的土地。我的命令你们不可增减，你们必须遵行我所传授上主你们上帝的诫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我们感谢你带领我们从2025年进入到2026年，也感谢你带领我们在迦南教会在台湾的长老教会当中40年前就有了家庭，45年前就有了家庭的小组，有许许多的弟兄姐妹接受装备，愿意来做牧养，让迦南教会能够成为一个小组的教会。我们今天依然需要更多的小组长，更多的弟兄姐妹愿意起来承担，成为牧养的同工，与耶稣基督一起来牧养主你的羊群。主啊，也恳求你带领我们在新的一年能够来聆听你的话语，遵行你的道，能够来活出荣神益人的生命，能够进入神所赐给我们流奶与蜜的迦南美地。我们向你献上感恩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大家平安。今天牧师要先祝大家新年快乐哦。好，跟你旁边弟兄姐妹说新年快乐 ，Happy New Year。在新的一年当中，我不晓得你有什么样的期待，但是在过去2个礼拜，牧师参加了1919的环台，所以在这边有一个小小的影片，要和大家来分享1分30秒的影片。那这个影片呢，是我们骑脚踏车骑到了花莲的光复。1919环台车队，我们昨天经过光复，的台风，我去访问过几个农家。他们所描述的状况实在是很悲惨，受创非常严重的地方。但是我们是骑脚踏车从台北一路骑到光复，真的感受到在这个地方它的重建的困难。我们一起来看这段影片。1919环台车队，我们昨天经过光复，我去访问过几个农家，他们所描述的状况实在是很悲惨。我2台的那个采样机已经没了，有2台的那个打田的也没了。水稻本来要准备收割了，结果没有可以收割。其实那个水是冲击之大，全部往这边下去的，所以片脚不了。也不敢住这边啊，稍微下雨我们就怕了，地都被淹了，也没办法做。这些农家他们看不到未来。他们充满了绝望，真的很难过。虽然光复充满了粉尘，也充满了绝望。当1919环台车队用爱走动的精神走过的时候，我相信全台湾所有人都会关爱光复，所以爱就能够弥平无助。爱能够弥平绝望，看见了上帝的恩典，而充满了未来的盼望。每一天都有一个像这样的影片，但是你可以看到，
在花莲、光复好这些受创，或许在新闻的报道好是在这个礼拜，但是他们要面对的是更多好无知的明天，好不晓得明天该怎么办。但是感谢我们教会许多弟兄姐妹和牧师一起来参加1919，总共有140位的弟兄姐妹，然后来用一点的金钱来捐献，总共有收到24万的奉献，可以帮助10个急难家庭。我相信在台湾各地还有这么多的急难家庭需要帮助，也盼望我们能够来回应耶稣所给我们的使命，就是坐在最微小的弟兄身上，就是坐在耶稣的身上。我们身边的旁边需要关照的人，坐在最微小的肢体身上，就是坐在耶稣的身上。也盼望我们都能够用神给我们的话，施比受更为有福，能够成为一个有福的人。阿们。在2026年，英国的经济学人这个团队，他们大胆的为了2026年做了一个预测。这个预测呢，通常你是要付费才能够看到这些的内容，但是我透过这个 AI 呢找到了，要把它翻成中文了，所以呢，这个经济学人呢，预测在2026年世界的10件大事，这些大事呢，跟经济、跟战争、跟政治、跟国际、跟气候有许许多多密切的关系。但是呢，它这个主题叫做边挨打边前进，就是我们在痛苦挣扎，在各样的困难挑战当中，但是我们不能够向后，要继续的往前。即便战争，即便这个全球暖化，即便这个 AI 造成的经济的悬殊，或是贫富的差距，但是人总是会找到一条出路。而在我们迦南教会，除了在跨年祷告会，牧师也有分享我们在迦南教会的去年的10件大事，去年的全台湾的10件大事，去年2025年全球的10件大事。我们不在这边重复，但是你可以从我们12月31号的跨年祷告会的分享当中可以看到。而在新的2026年，我们迦南教会牧师也有10件大事，希望和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来分享。我把它倒过来分享。第10件呢，就是我们要为教会有5大基金来募款。我们教会呢有宣教基金，有友爱基金。我们在前年呢开始筹划，去年呢设立了有敬拜基金和牧养基金。所以我们教会呢有5大部门，有5大基金。我们希望呢在这一年当中能够为这5大基金来募款。接着呢7、8、9就在我们的今年暑假当中，我们有否青年的 Passion Camp， 就是青年的营会。我们有台语的夏令营，有音乐的夏令营，希望能够在今年呢能够得着更多的年轻人和儿童。因为呢这个世代已经是一个超高龄的社会，我们看见年轻人小孩子要来教会是非常的不容易，因为呢他们有很多的外在的吸引，他们有很多的世界的忙碌，但是我们怎么样能够把他们带到教会，甚至让他们能够留在教会？我们要透过暑假这样的营队和营会。而在第6呢，今年牧师很期待一件事情，就是能够和弟兄姐妹一起来共读启示录。我想请问你有把启示录读完的人请举手。你有读完的人，好，谢谢，请放下。很多的人没有办法读完启示录，不是它非常的长，是因为读不懂，读不懂。但是读启示录，告诉我们，让我们警醒准备，因为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这个世界上有各样子的预兆、征兆，这些叫做 sign， 就是显现、显示。所以神把这些事情显出来的时候，就是要让我们警醒，让我们能够预备。所以我们期待在今年的11月、12月，我们能够有40天的时间一起来共读启示录。而在今年，我们的教会也要来启动松年团契，恢复松年团契、妇女团契和社青团契让我们教会呢能够在松年事工、妇女事工和社青事工呢，能够有更多的外展，让我们教会不是只有一个内聚的教会，而是一个能够对外是一个宣教的教会，能够成为一个 outreach 走出去的教会。所以，我们教会在今年7月也有宣教月和各样的宣教行动。
还有我们今年好在每一个月的祷告会，会有一次敬拜赞美的祷告会。我们邀请了永光教会的周牧师，好全家好轮流来跟我们来分享，好如何透过敬拜赞美来建立跟神密切的关系，而且我们也希望让我们的敬拜团能够有更多的操练，能够有更多的提升。而今年我们迦南教会的松年大学要庆祝30周年，30周年走来不易，但是30年前的人，他们有远见，看到平均人的寿命越来越高。好，大家不是只有65岁退休，有的60岁退休，现在有人55岁退休，平均寿命80岁。好，你这么长的时间退休下来之后，人生要做什么？要怎么活？要怎么样努力？所以我们有历年来有这么多松年大学的同工，包括现任的校长、副校长、校务的这些的委员，好等等。好，就是在让我们的不是只有我们教会内，而是我们的社区、我们的桃园市，能够有更多活到老、学到老，能够在教会里面一起来成长。而今年迦南教会，好牧师认为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一起来写灵修笔记365，请大家说一次。好你已经有买这本的，请举手一下。好，感谢主。好，还没有举手的人呢，好，还剩下好大概几十本啊。好，刚才82本是昨天的数字。好，那只剩下几十本。好，这一个灵修笔记呢，好，就是在今年当中我们最重要的学习。好，里面呢有我们每一天教会灵修的进度，同时呢也有我们教会整年度的行事历。还有呢，我们教会当中每一个月份，好弟兄姐妹的生日，好，你就可以在这上面来看到，你就不会忘记，好要记得为他来祝福。好像今天也有人生日，好我们要记得为他们来祝福。好，今天是谁生日？今天是茂松兄生日，还有慈雅的生日、初枝姐的生日、龙慧姐的生日、沃展的生日哦，我们祝他们生日快乐。这些事情好，在这本手册当中，好是集众人的心血和智慧，但是更重要的是，神要对你、对我、对我们每一个人所说的话。所以读经文、挑金句、写感受、今日事、今日毕，好，你只要花小小的200块钱，但是在1年的365天当中，当你完成写完之后，你会发现神有这么多的祝福恩典，365每天与你同行。好，所以跟你旁边弟兄姐妹说，我们要透过灵修笔记一起来成长。我们要透过灵修笔记一起来成长。好，所以呢，好，剩下的数量不多。如果教会的这些灵修笔记都卖完之后，好，那你可以自己来准备你自己的灵修笔记，也是没有问题的。好，重点不是只有这一本，好，重点是你怎么样让神的话成为你我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呢？刚才我们看到了世界10件大事，也看到了教会10件大事。你觉得世界的大事比较重要，还是教会的大事比较重要？教会比较重要，感谢主啊！但是呢，很多人没有进入教会，他觉得世界的大事比较重要。我们今天所读今年所读的生命记，就是神透过摩西120岁的时候，他要留给那个世代的人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就是必须要有智慧做出选择。到底你要跟着世界来走，重新回到埃及，过埃及的生活，还是你要选择进入迦南地，流奶与蜜之地，自己决定。所以你读生命记，就是摩西在告诉这些出生在旷野的第2代，他们的祖先、他们的爸妈，甚至阿公阿嬷悖逆，不相信神，没有做出对的选择，以至于成为悲惨的历史教训。摩西要这一些的年轻人，还活着的人，还能够有机会进入迦南地的人，要把握机会，因为这条路，摩西说，原来只要几天就可以走到的路，11天。原来只要11天就可以走到的地方，他们走了多久？11乘以340啊，对不起，他们走了40年，好，乘了40年，好，就是11乘以4倍，再乘以365天，他们花了将近40年的时间。为什么？因为他们不相信上帝对他们所说的话是真的，他们不相信。
所以他们没有拿出信心回应行动，以至于他们浪费了40年。我想请问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你的人生可以有几个40年？至少应该会有一个。如果你有2个40年，感谢主。人的一生是70岁，若是强壮的呢，80岁。所以如果你可以人生有2个40年，那就是上帝给你的祝福。你的人生有没有可能有3个40年呢？如果你浪费掉像这些在旷野的百姓，本来11天可以解决的事情，浪费了40年，你才重新踏入教会。你过了40年，像美云姐来台湾30年，她10几年前就来了迦南教会，可是10几年前她没有把握机会，又10几年后又回到教会，这次被教会的小组抓住，被我们华语牧区的小组抓住，把她留在教会，上了 A1 的课，终于决定要受洗。她的人生还有机会，但是我们人生有多少个40年可以付出这个不幸的代价呢？盼望我们从今年的1月1号到2月16号，我们有47天要读这个生命记。虽然我们教会的这个 YouTube 是用台语版，但是不论你听得懂台语，听不懂台语，你总是可以用你可以明白的方式，好好来读，好好的来写，让上帝的话一点一滴成为你这一年的祝福。我相信你每天花15分钟读神的话，会为你这一整天带来无限的祝福。阿们。跟你旁边弟兄姐妹说，每天花15分钟为一整天带来无限的祝福。每天花15分钟为一整天带来无限的祝福。上帝如果要给你，是没有限量的，就好像上帝决定造一个太阳，造我们是没有限量的。这个太阳怎么样用，就是用不完。我们要怎么样在新的一年，如同摩西和这些百姓，能够爱神一整年呢？我们爱神有很多的方法，有人透过做礼拜爱神，有人透过祷告读经爱神，有人透过聚会来爱神，有人透过奉献来爱神，有人透过宣教传福音爱神，有人透过去服务弱势，像1919，或是像我们昨天这个幸福巴士一样来爱神。昨天有来参加幸福巴士的同工，请举手一下好吗？这一场的应该会比较多一点，我们给这些同工鼓励一下，谢谢你们。在昨天的幸福巴士呢，是跟1919一起合作，第9年，他们总共有3个企业家发起了，找了20几个企业一起来赞助，每一年他们募款要募700万以上，帮助700个个案，700个弟兄和姐妹。他们要做的呢，就是从他们的头到他们的脚，彻底的来改造。所以他们找了曼都，这个曼都的发型设计师，还有阳光牙医，然后还有这些traveler 的这些旅行者，给他们非常棒的帽子、外套，还有裤子、袜子，还有鞋子。从头到脚，那一天进来教会之后，出门就做变成新造的人哦。我们迦南教会也很上帝恩典，昨天有一站就在我们教会，我们总共有30个弟兄姐妹在这里受到了帮助，你可以看到那个照片当中，哇，他们没有想到自己的头发一剪出来之后呢，年轻了20岁。这个发起人说，哇，你年轻10岁。他说不，我看起来感觉自己年轻20岁。也有这个我们昨天也有这个同工是这个个案是从安养中心请假出来，可是呢，安养中心很严格，他只能够请假3个小时，所以他真的是很不舍。但是这些的礼物呢，都是为他来打造。我们或许可以用很多不一样的方式来爱神，但是我想要问大家在我们长老教会，基督徒7要多了一个1要，第8要叫做维护生态，就是我们透过爱地球、维护生态来爱神。所以，我们基督徒爱神的方式有很多种、很多元。但是我想问问大家，
到底哪一个爱神的方式是不可少的呢？今天生命记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清楚的提醒：我们要爱神，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不可少的，就是你要听。好，所以跟你旁边说，爱神的第一件事就是要听。听，好听。我们一起来读《申命记》第4章第1节，请。现在以色列啊，听我所教导你们的律例典章，要遵行，好使你们存活，得以进入耶和华你们列祖之神所赐给你们的地，承受为业。好，这个听。好，我们要爱神，但是呢，第一件事情你要学习听。听跟看有没有一样？好，如果你要听一首歌，你会用看的还是用听的？听，为什么？因为耳朵听觉掌管我们的听觉中枢。当你所听到的资讯进入我们的脑干，中间会经过中脑，会经过我们的视丘，会经过我们的大脑皮层，它会进入到我们的脑部的一个记忆当中。当你听觉敏锐被训练好的话，它会变成长久的记忆哦，长久的记忆。牧师娘的阿嬷99岁的时候呢，好，我们推她出去散步。她年纪99岁，好，但是其实已经有些微的失智，有时候跟她讲的事情她都忘了，好，所以她在衣柜里面发现到小朋友的红包，他就说这是我老的老给我的，这个红包，他很高兴。结果小孩子很紧张，那个是我的压岁钱啊。好，但是呢，我发现到，好，当阿嬷99岁，她不识字，唔捌字，可是呢，她可以记得很多事情。他们推着她到她小时候或是她年轻时候去过的地方，她整个大脑又活过来。他就开始讲故事给我们听。哦，这户是什么人？好啊，这个阿公迄个时阵，好做医生安怎好来看家的缓假，好，然后就开始讲给我们听。让我发现说，有时候我们看书是过目即忘，好，一看了就忘。可是有一些事情是你听了之后想忘都怎么样，忘不了。所以神的话。要怎么样可以长留在你的心中？第一个，以色列啊，你们要听，要听。好，下个礼拜好，牧师会继续用第6章来分享。听的希伯来文叫做 Shema， 好，大家说一次。Shema 这个字呢，后来衍生变成你们要尽心、尽性、尽力爱主你的上帝的那个爱。所以听神的话，爱神是从听神的话来开始。我们要爱神，我们要把神的话听进去我们的耳朵。我知道很多弟兄姐妹读经灵修都是用什么？用眼睛看的。但是你可不可以把它念出来呢？因为当你念出来的时候，你才会去听神的话。我们的教会很贴心，除了牧师。好，我们的长职同工、核心同工，大家轮番上阵，每一天录音，好录圣经，念给大家听。我们的干事，好数位干事易凡，非常的贴心，把大家的录音也把它文字化，好把它做成美美的画面，让大家可以看。但是重要的是，你要把上帝的话听进去。才能够存留，变成你的长存的记忆。所以鼓励大家每一天可以打开教会的 YouTube 听神的话。或许那个时间你在忙，但是你可以带什么？可以带上你的耳机。如果你身旁的人身边有人，你可以准备耳机，就不会去吵到别人。所以牧师的习惯啊，都是会自己戴耳机听。那一天，每一天，好，这个同工所要跟我们分享，好像今天早上是谁？苏清长老，好，跟我们分享，好，你就可以听到他带我们读圣经，他把神的话分享给我们来听，因为这是我们爱神的第一步，要听神的话。
爱神的第二步呢，《申命记》第4章第1节告诉我们说，你们要听什么神所教导的律例典章，并且要怎样遵行。所以爱神的第二步就是要行神的话，请跟旁边说，行出神的话。当你知道神的话是不够的，所以王阳明说，知行要怎么样？要合一。你知道却不去行，你不是真正的知道。圣经当中有一个字也很特别，叫做认识。认识这个字呢，它的意思在希伯来文就是夫妻新婚洞房花烛夜的那天晚上的亲密关系，她丈夫认识了他的妻子，那个叫做知道。所以你要知道神的话，就是你要跟神的话要有一个密切的结合，要有一个行出来，就是要行动。所以在新约当中有一本圣经叫做行动，叫做哪一卷书啊？使徒行传呐，因为它的英文叫做 acts， 就是各样的行动。他们把他们所知道的福音，他们把他们所知道耶稣的好消息，不是只有装在脑袋叫知道，全部每一个人用圣灵所给他们的力量化为行动。所以爱神的第一步要听神的话，第二步呢就是要化成什么？要化成行动哦。在这一次牧师参加1919的单车环台，刚才那个影片呢，一直出现一个戴白色眼镜的高高的姐妹。刚开始的时候我不认识她，我以为她是一个年轻的这个单身的女性，后来才知道说，原来她已经是3个小孩子的妈妈。又后来过了几天才知道说，原来她是瓦城集团的老板娘。你知道什么是有没有知道什么瓦城集团？餐厅的老板。好，他们这个瓦城做很大，老板娘亲自来骑脚踏车，然后呢，而且还来募款哦，他一个人呢就募了200多万哦。好，他的目标是要帮助100个急难家庭，每个家庭呢是24000块，24000块。所以他要帮助100个家庭，为他们来募款，为他们来募款。这个姐妹，这个老板娘呢，她真的是非常的有爱心，因为她在台北的101教会敬拜服侍，但是她把它化为行动。很多的事情，我们知道说神说要爱神，要爱人如己，可是如果你只有知道，你没有去做，这样是不够的。在这次牧师跟着1919去到了七股，七股就是在8月初的时候，丹纳斯台风造成嘉义、台南很严重的这个伤害。我们去到那个地方，听到他们说，才知道说他们的那一村里面的屋顶，50户里面有40几户，只有2户的屋顶还在，其他的40几户的屋顶呢被吹走了，被吹开了。而且他们形容给我们听是，他们那个被吹开是2秒钟，2秒钟屋顶就不见了。他们在那个地方住了几十年，不管台风啊、下雨啦、地震啊，他们屋顶都没有坏掉。他们没有遇过，却是短短的2秒钟，屋顶就掀开，然后雨一直下，就是只有在那1小时当中狂风暴雨，海水又涨潮，然后他们又是住在海景的第1排。海水倒灌进来，水淹进来的时候，他们怎么样都跑不掉。我们去帮助的其中一户呢，就是儿子带着妈妈81岁，他是用助行器，跑不掉，来不及跑，所以这个儿子呢，只能够抱着他妈妈，水越来越高，他就让他的妈妈怎样坐在他的肩膀上。然后他就站在水中，水又淹上来，他就站在椅子上，站在桌子上，这样站了一整个晚上，到水退掉。我们去到那个家庭的时候呢，真的叫做家徒四壁，墙壁都被水泡得干干净净，那个水的痕迹还可以看到一条线，就在那边，窗户也破了，
东西也没了，好，所有的东西呢都是泡过水之后可以用的，又捡回来用，其他不能用的通通当垃圾。所以他们说，没有人去到那个地方，好去帮助他们，只有基督教的救助协会，好在第1个礼拜就到他们当中，并且发放急难救助金，甚至还给他们急难救助的食物包，甚至呢，我们去还为他们组装衣柜，好，所以他们的衣柜通通都不能用，为他们装一个新的衣柜，这些都是不同的行动，但是我们知道还不够，还要化为行动。就好像刚才我们看到幸福巴士这些志工、这些同工，或是我们过去圣诞节、代降节有很多的同工到不同的安养中心，到不同的地方去报佳音、去分享，因为我们知道神要我们做这样的事情，所以爱神的核心是听，听到还要怎样行道。第三，我们要爱神，听到行道，还要活出神的道。神说，当你们遵行，就能够 survive， 就能够存活，就能够存活。在我们今天的台湾社会，是一个已经正式进入超高龄的社会。过去好，在我小时候，你几岁、60岁啊，都是阿公阿嬷啊。我小时候的60岁都是阿公阿嬷，而且那个脸看起来就怎样，就是阿公阿嬷的脸啊，好，面容乌乌的，好寥寥的皱纹啊。今天好，你看到教会弟兄姐妹80岁还跟小姐一样。好，那个弟兄呢？好，70岁、80岁，好，身体还很好。因为我们现在的医疗，台湾非常的受祝福，所以60岁，好，只不过是还算是年轻的，好，台语说还是什么 UK， 好，70岁呢还非常的强壮，这是上帝给我们的恩典。但是我们要怎么样去活呢？我们要怎么样子去活出我们的人生呢？上帝多给我们的这些时间，好，以前人好，在我小时候60几岁、70几岁蒙主恩召，我们都觉得啊，差不多就是这样。可是今天80岁、好90岁、好甚至100岁，好，在去年的分享讲过，我们的台湾的100岁人类，好有100多个，而且呢，接下来我们的100岁人类只会每一年比每一年更多，好，比每一年更多。我们的教会去年有一个102岁的弟兄，好来给我们做礼拜了几个月。后来他说，牧师他要搬家了，他很喜欢我们的教会，好，他要离开前还跟牧师合照说，哇，他走遍台湾，然后去了很多的世界的国家，他觉得我们的迦南教会呢，好，真的是一个很棒的教会，哦，真的被这个102岁的弟兄呢，好鼓励，好说，哎，感谢你的肯定，我们还有很多要学习的地方。但是我们的高龄化，我们的年纪越来越大，我们要怎么样去活呢？在我们的周报，过去几周有介绍一个好消息 ，for 迦南教会，就是我们有一个天品山庄，天品山庄呢，它这个集团呢是10几年前接手来经营，做这个基督教的这个安葬的地方。他那个地方呢，只有给基督徒好来安葬，所以呢，地点是在三峡，三峡的这个白基这个地方，离我们的交通非常的近，那这几年我们教会很多弟兄姐妹都会选择安放要在那个地方，那天品山庄呢，董事长呢很年轻，只有30几岁，他以前还没有认识神的时候呢，他是一个。哇，这个纨绔子弟啊，好，就是一个爱世界的弟兄啊，爱世界的这个有钱人。可是呢，当他认识神之后呢，哇，发现神给他不一样的生命，好，所以他爱家庭、爱妻子、爱儿女、爱他的工作、爱教会、爱传福音，好，所以他有很多的企业集团，那他也来做一个基督教的园区啊，很多做这个基督教的园区，好。人家做这个都是为了赚钱，可是他做这个都是要赔钱的，因为这是一个小众市场。全台湾这么大的社会当中，有这么多的人，要放在什么庙啦、什么塔啦，放在金山啦，放在哪里啊？
可是呢，选择要放在基督教的真的是不多。好，不过呢，他不担心，因为这是上帝给他的感动，所以他经历了11年。好，那我们每次去的时候呢，都可以感受到这个天品山庄对的用心。牧师在这边不是帮他推销，不是帮他广告，但是呢是要举这个例子来分享。他给我们迦南教会有一个很特别的优惠，生前的预约以前都是95折，但是呢这次你可以看到，不是只有9折，也不是只有8折，甚至可以到7折的这样的一个金额。所以如果你有兴趣，你可以看我们的电梯的布告栏，你可以去跟我们的干事来洽询。在1月、2月、3月，有3个月的时间，迦南只要是迦南教会的弟兄和姐妹，都可以用这个最优惠的价钱。他们说，他们这5年来都没有这样的价钱出现过。但是呢，他们看见迦南教会也愿意跟迦南教会一起来分享上帝的祝福哦。所以呢，这是我们在活着的时候就要去思想。我们将来要怎么样子来安放的地方，但是更重要的不是只有安放在这个地方，而是我们怎么样为神来活，为神来活出一个听到又行道，而且是一个荣神益人的生命哦。好，荣神益人的生命。在这一次牧师骑脚踏车有很多很多的感动，但是有一个父子是让我真的是非常的佩服，因为你知道骑脚踏车骑1天累不累？累啊！每一天平均下来大概是90公里，累不累？然后呢，要连续骑几天呢？15天。太阳的时候要不要骑？下雨的时候要不要骑？寒流来的时候要不要骑？每天都要骑。腿很酸的时候要不要骑？抽筋的时候要不要骑？连续15天，真的是很累。可是呢，而且呢，我觉得累不是在这样，累是对牧师而言，你要15天跟教会请假，有很多事情必须都要先安排，有很多的事工，你可能事先都要先准备好，你才有办法抽得了身。但是我认识到一对父子，这一对爸爸呢，他是一个科技的董事长，他总共有16家公司，16家公司当中呢，有12家是上市上柜，12家是上市上柜。我们在骑车匹配串的时候呢，他跟他的儿子一边骑车一边怎样开会，两个边骑车边开会，都在讲每个公司的状况，经营，要交代什么。因为我刚好就骑在他们的前面，他们在我的后面，所以他们的父子的对话呢，沿路上听。吃饭下来之后呢，就开始开电脑，一停下来休息的就开始讲电话，人家都在休息，他们还在谈公事。可是呢，这个董事长呢，他已经今年74岁，他已经骑了第4次，连续4年都骑。所以这个第一个就是身体要好，第二个就是他要有这样的毅力，第3个他还要日理万机。可是呢，他选择活出一个不一样的人生。第一天吃饭的时候，刚好坐在他旁边，那我不知道他是谁，但是听一听，听着他在闲聊说，他捐给北科大2栋楼，2栋楼，一栋是1亿，一栋是2亿，好几年前。后来呢，才渐渐知道说，哇，他是一个慈善家，就是他非常的注重教育。他也非常的注重这个企业，所以我觉得呢，这样的公司呢，不成功都很难。他们是做工业电脑，是做工业电脑，但为成为一个台湾之光。牧师举这个例子来分享，就是说，你也可以选择在这个寒流来的时候，躲在家中开暖气、开电暖炉，躲在棉被里面，然后呢享受。但是呢，也有人选择在寒风当中，为了别人的需要，为着别人的需求，他自己有很多的公司、企业要管、要经营，有很多的员工，有很多的事务要处理，可是他愿意选择不一样的路。亲爱的弟兄和姐妹，我们要爱神，第一要怎样？听神的话。第二个呢，行神的话。第3呢，
活出有神的话的人生。你的人生是为自己活，为别人活，还是为上帝活？你要选哪一个？为上帝而活。跟你旁边人说，你的人生要为上帝而活。最后，我们要爱神，就是要录什么呢？同样一节，4章1节，神说得以进入哪里？神，你们的列祖的神所赐给你们的地，承受为业。原来我们爱神是有得到祝福的，就是有一天我们都要进入了迦南美地。我们成为迦南教会的一员，我们提早了到达迦南美地，是不是？对，所以我们就可以蒙主恩召了啊！不是，我们成为迦南教会一员，这是一个我们的期待，就是迦南教会要活出一个形象，就是在地上如同天上。所以迦南教会，我们选择用这个名字，就是要让我们能够有一个在地如同在天的生活。但是我们要怎么样能够在地如同在天？就是要让上帝的话进入我们的心，进入我们的脑，进入我们的生活言行举止，成为一个迦南美地的祝福。所以神告诉我们，进入迦南美地不是你受洗，不是只有你成为迦南教会的一份子就够了，而是你还要不断的努力。约翰福音告诉我们，我们要进的是窄门，要进的是窄门呢。所以你不是只有在这个世界上成功，好像我刚才分享这个企业家，叫做庄董，他呢身价数百亿，身价数百亿，几乎对我们来说是赚得了全世界。但是呢，他还没有受洗，所以呢，在这个救助协会还有这个募款的勇士呢，大家一直在分享见证，他也会跟着我们一起祷告，他还愿意跟着基督教救助协会。每一年这样子来骑脚踏车，他要信主是要付代价，但是他都愿意。我相信上帝自然会一点一点的感动他的心。同样，我们赚得全世界，却失去自己的生命，这一切是没有办法成为益处的。在我们这一路15天当中，大概看了10几间的教会，看了10几间不同的教会。有看到这个非常成功的教会，哇！这个年轻人有数百个年轻人，在高雄，他们租了一个铁皮屋，教会的外面是一个篮球场，然后进去里面呢是一个夜店，他们把整个教会里面铁布漆成黑色的，然后呢每一次聚会敬拜呢，都是这个灯光啊、音响啊，好像参加一个演唱会一样。所以很多的大学生，很多的年轻人在这个教会非常的有活力，很感动。但是呢，让我更感动的是，我们骑到了芳苑。有没有人知道芳苑这个地方在台湾的哪里？哎呀，厉害！讲得出来的就要给你一个大拇指啊！红万彰化这个地方呢，很多人都没有去过，听都没有听过。在芳苑乡里面呢，有个地方叫做路上，路上，在那里呢有一个路上长老教会。那个教会呢，哇，真的是凋零，那个海边的风非常的强烈。可是那一群人，他们选择继续住在那个地方。他们很多人都外移，都到北部的，到台中了，到高雄了，到台北去了。可他们没有选择机会的，继续住在那个地方。每一天跟这个风在对抗。夏天还好，冬天那个东北季风非常的强。可是呢，让我很感动是在芳苑路上还有一个长老教会。这个长老教会以我们来看很大，可是它的隔壁就在教会的正隔壁是一间庙，是那间教会的10倍大，10倍大。他们真的是跟庙当邻居代天院就这样邻居。可是他们在那个教会呢，已经70年，在那个地方70年，就是在为耶稣做见证。虽然每一次做礼拜都只有几十个人，少少的人，比我们今天的这些礼拜的1/5不到，可是他们不断的坚持每个礼拜天的做礼拜，他们坚持在那个地方为耶稣做见证。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让我感动的事情。耶稣说我们要进窄门，要进入迦南地天上的耶路撒冷，我们是需要付出代价的。所以这4件事情，我们再次把这个经文再来读一次，请现在以色列啊，听我所教导你们的律例典章，要遵行，好使你们存活，得以进入耶和华你们列祖之神所赐给你们的地，承受为业。这4个字叫做听、行、活、路。这4个字，盼望你可以写在你的灵修笔记的上面，每一天好好的听神的话。今日事今日毕，就是要让你可以找到怎么样行出神的话。1整年之后，你就是为神的话而活。我相信将来有一天，不管你是放在天平山庄也好，你放在林口的鼎福林园也好，放在金山的平安园也好，不管你放在什么样的地方，但是我们都知道，将来我们要去的地方是一个真正的流奶与蜜之地。我们不是选择世界，我们是选择迦南美地。我们不是选择跟着这个世界一起沉沦，而是有生命记的智慧，让我们选择祝福，选择蒙福，选择永远的祝福。我们需要做出选择，这一切都从听神的话来开始。今天的金句我们已经读过2次，盼望我们能够每一天好好把神的话打开聆听，打开 YouTube 听神对我们所说的话，让我们在地上的日子得以长久。你的人生有多少个40年可以浪费？过去40年，如果你没有好好的读圣经，祷告神，让你这46天，可以47天，可以好好的读圣经，成为你1整年的祝福。过去你没有好好的服侍，没有好好的传福音，你可以好好的利用这1年来祷告。在小组当中的分享，就是一件今年让你最期待的事情。这个问题很重要。2026年已经开始第4天了，2026年有没有哪一件事情让你期待？有的请举手。好，有一个人很快的举手，大部分人都没有举手。我要告诉你们，如果你没有举手，表示你没有预备好。我也可以大胆的告诉你，2026年对你来讲没有可以期待。你要选择这样的生活吗？你要选择1整年我不知道我要做什么，1整年我没有目标，没有期待，这1年你就跟过去的以前的日子一样，就这样又过去了。但是你好好的思考这个问题，好好的祷告，在这1年当中找出让你期待的事情，找出让你想要去做的事情。就好像牧师为了要参加1919的环台，我直接是从前年就开始期待，牧师要从前年开始准备，然后呢3月的时候就在小会里面提出来请假，然后4月还有小会通过之后呢，教会的形式就要开始5月、6月、7月、8月、9月一直安排到12月20号出发那一天，牧师是先开小会，开到晚上8点半，一开完马上换衣服就去坐火车，隔天早上6点出发，骑脚车骑了15天，回来之后一结束回来教会，然后回去教会牧师馆换衣服，然后又下来怎样开小会，出发前开小会，结束回来之后开小会，就是无缝接轨。但是呢，是需要花很多的时间去预备，让每一件事情都能够不会出差错。因为我很期待能够参加1919单车的环台，我也期待在今年当中，你也能够找到你的动力，为了这些事情，为了听神的话，为了爱神爱人的缘故，让你好好的来准备。你也可以分享每天读圣经对你而言最困难的挑战是什么。当你分享出来之后，我相信这个困难就再也不是困难，而我们要祷告的是求主来开我们的耳，求主让我们能够用耳朵去听上帝的话，不要只有看过去就好，不是只有瞄一眼就好。上帝的话
当你听到之后，它会成为你的祝福，让你永生难忘。就好像穆斯林的阿嬷到99岁都还会记得，即便她不识字，即便她看不懂圣经，可是有人读圣经给她听，她就会记得。求圣灵也帮助我们的教会，能够在今年进入流奶与蜜之地，好不好？我要邀请大家来做个祷告，为你自己来祷告，求上帝让你能够在今年的开始，今年的第一个主日，能够打开耳朵来听神的话。我们一起同声开口来祷告。是的，天父上帝，我们要来为自己祷告，求你帮助我们能够开启我们的耳，在今年学习来听你的声音。主啊，你是我们的牧者，我们是你的羊，你的羊听你的声音，你也认得你羊的声音。主啊，让我们能够在今年当中与你有更多的交通，与你有更多的领受，能够与你同行一整年。主啊，虽然我们读《生命记》这一卷书不容易，但是透过大家彼此的努力、彼此的扶持，让我们如同在旷野出埃及的这一代一样，我们要成为新的一代，要成为进入那流奶与蜜的一代。让我们能够坚固我们的信心，能够拿出我们的勇气来面对各样的仇敌，来面对各样的逼迫，来面对各样的困难和挑战，不放弃。主啊，帮助我们能够勇敢向前。主啊，为着上帝的国度，为着桃园的需要，为着更多急难家庭的需要，主啊，让我们能够愿意与你同行，能够踏出坚定的信心的脚步。是的，主，垂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请大家起立，我们这首诗歌来敬拜我们的神，让我们拿出信心，拿出勇气来敬拜神。哈利路亚！起来拍掌。
父上帝，感谢你过去这一年充满了恩典，充满了祝福。江南教会60周年，非常的蒙恩，非常的蒙福。在新的一年开始，我们相信这样的祝福要继续的临到我们，使我们福杯满溢。主啊，祝福我们在这一年当中，能够从听你的话开始，让我们早晨、夜晚都听你的声音，让我们每一次的敬拜，得时不得时，都是全心全人的敬拜你。主啊，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你们众弟兄姐妹同在，使你们在新的一年当中是得胜的一年，出也蒙福，入也蒙福，凡手所做的事情一尽亨通顺利，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门。拍手把荣耀归给耶稣，哈利路亚。万物都是神迹，靠着耶稣我们成为神的子民，一生一世宣扬耶稣生命，奇妙测试全能战胜再来君王，天使天军一同高声颂扬，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给他所喜悦的人，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他喜悦的人。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给他所喜悦的人，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他喜悦的人，在地上平安归他喜悦。愿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给他喜悦的人。我们今天的聚会到这边，互相跟隔壁的人祝福。好，我们今天聚会到要帮忙搬一下、收一下椅子。好。